Cursor 有個隱藏功能，可以令 AI 同時改你專案入邊多個檔案。當你個專案唔止一個檔案，普通嘅 AI 傾偈就唔太夠用啦。呢個時候，Cursor 嘅 Composer 模式就可以大派用場，佢可以理解你成個專案嘅結構，一次過處理多個檔案。只要 Machine 加 I 就可以輕鬆打開 Composer 界面，試下輸入你嘅要求，例如話，幫我加個深色模式切換功能，仲可以特別指明要同時修改 CSS 同埋 JavaScript 檔案，AI 就會好聰明咁一次過幫你改好晒所有相關嘅檔案。側邊欄仲會清楚顯示每個檔案改咗啲咩，等你慢慢對比，你可以自己決定接受定係拒絕 AI 嘅每一個修改建議。呢個就係點解 Cursor 比喺普通對話框寫 code 高效咁多，因為佢真正掌握到你專案嘅上下文，係你嘅最強助手。